第4線 Chan Min Jun 屈臣氏田徑會 SB 時間10秒56。第5線陳廷芳中國香港田徑隊 SB 時間10秒47。第6線鐘子勝中國香港田徑隊 SB 時間10秒38。第7線賴朗廷愉園體育會 SB 時間10秒44。第8線陳一樂中國香港田徑隊 SB 時間10秒39。咁留意呢就係第4線度啦。今朝呢做個時間相當之出色嘅阿 Jun。咁呢場希望佢唔好再超風速啦。喺現場呢就個風勢又細翻啲嘅，睇睇佢嘅發揮點啦。個外邊就陳廷芳啦，今朝都跑得好好嘅。好啦，咁起跑之後呢，就阿陳廷芳比較快啲嘅，咁阿 Jun 呢就前面唔係好快，可唔可以追翻上去呢？佢埋邊線張浩軒，但係後邊呢個後勁就犀利啦，10秒33呢次冇超風速啦嘛。咁啊，見到呢率先衝過終點嘅呢，就係第4線嘅阿 Jun 啊，咁啊時間係10秒33啊。咁啊第2名衝過終點呢，應該係張浩軒啊。哇，風勢好好啊，1.9米啊，同女仔一模一樣，真係好難得嘅賽事啦。咁相信呢亦都好多人可以做到 PB。咁即係呢個成績就相當之突出啦，恭喜晒啦！咁有位運動員陳廷芳好似應該拉親咗少少啊。哇！要恭喜呢阿 Jun 呢，佢係打破咗香港男子100米 U20嘅紀錄啊！時間係10秒32，亦都係佢今季嘅 SB。第2名衝線嘅係冇錯啦，就係張浩軒。咁啊，佢嘅時間係10秒39，亦都係佢今季嘅 SB。第3名係陳一樂，時間係10秒40。咁啱啱都提到啦，個風速好靚，係正1.9風速啊！咁啊，再次恭喜阿 Jun 呢，就刷新咗男子100米 U20嘅紀錄。咁啊，第4名呢，就係賴朗廷，時間係10秒43，亦都係佢今季嘅 SB。第5名係吳君浩，時間10秒44。跟住呢，第6呢就係刁俊熙啦，10秒45嘅。咁呢場賽事嘅水平相當高啊！第7線呢就鐘子勝10秒46嘅。係啊，咁啊見到陳廷芳呢應該真係拉親啊！咁啊而家喺現場呢，大家畫面見唔到啦，但係我哋現場見到呢，佢就衝過終點之後呢，其實而家仲坐喺個地下度啊，亦都係個樣有少少痛苦啊！咁啊，陳廷芳跑出嚟嘅時間係11秒59，咁啊希望佢冇咩大礙啦。即係佢本身呢都頭先係有機會追上去。係啊，其實佢本身今日都係其中一個大熱嚟㗎。